是要讲一个吼，迄个有无？咱要学到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真好，有口才，会用下边倒一个选项较适当。这题吼足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这题嘛是恁吼选的答案内底，我看恁大部分拢是迄个 A、B、C 吼落去选的吼。迄个D 我是等于送分啦吼。但是先来出这题吼，我甲恁讲一下，这题迄是因为吼，我伫另外一班吼，有一个老师伊伫甲我问啦，伊讲吼，因去开会吼，这是真正的代志吼。伊讲因去开会时阵咯，有一个校长吼，伊嘛无讲啥人，咱嘛免去管啥人吼。伊讲去开会时阵有一个校长吼，要学到一个吼。老师吼讲伊的迄个啥，真敖讲台语口才足好的，结果吼迄个校长就甲迄个老师讲吼，讲哦，你台语真敖吼，你会有法度吼，白白曝光你甲乌，伊就讲即句，这是真正的代志。结果呢，迄个听到迄个老师呢，虽然表面笑笑，但是伊心内个拢刻伫遐，当然是很在意哦，很在意咱台语就讲吼。刻伫迄个啥心肝啦，伊讲校长伊安尼讲，到底是要甲我学咯，是讲伊是挑工安尼讲，吼，伊讲说讲吼，你真敖讲话吼，白白曝光你甲乌，你看像咱即马伫安尼讲课，恁是毋感觉安尼讲敢有效？安尼讲当然是足无效的吼。迄个白白曝光你甲乌是安尼迄个，敢亲像有啥？诬陷。诬陷嘿，无好的讲法啦，对，负面的，负面的，无毋对，你会当感受到吼。所以讲，我听到迄个老师甲我迄个反映即个，就是讲甲我讲即个状况的时阵吼，是因为伊甲我讲了后，我才去出即题吼，来互大家做练习吼，来互大家做练习安尼。特别答案即个 A 吼，足侪人会选即个 A。即摆吼。就是要甲大家讲吼，恁爱注意看题目写啥吼。题目讲吼，咱要学到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真好，注意迄个学到，咱总是要讲学到哦，毋是干那要讲伊真敖讲话尔。吼，有当时咱看一个人真敖讲话吼，但是伊讲的做吼，讲甲天花乱坠安尼讲甲吼，喙角全破，迄款嘛是足敖讲话啊。但是迄款的咱无一定是会甲学咯，有当时吼，佫会安尼小可甲倒口说一下吼。我即摆过来讲解第一迄个 A 的答案吼，一喙挂相指吼，一喙挂相指。伊原本的迄个字面吼，就是讲这个字皮意思，就讲哇，一个喙内底敢亲像吼有两支刺共款吼，意思是足敖讲话。但是咱一般若伫讲吼，讲人一喙挂相指吼，除了讲伊足敖讲话以外，其实吼有当时啊，毋是讲特别拢安尼，有当时佫有交代讲吼，着一支喙讲甲好累累，就敢足敖讲话安尼。所以一喙挂相指吼，除了讲会当讲一个人真敖讲话以外，嘛吼定有伫用伫个吼华语讲吼，讲得天花乱坠，口若悬河吼。意思就是讲吼，足敖讲安尼尔啦，但是呢，就是安尼吼，讲甲安尼喙角焦破迄型的。所以，咱若是要选 A 吼，真正较无合咱的题目。咱的题目是讲，咱要学到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真好，咱要甲学到哦，讲伊真有口才吼。所以用 A 确实无偌适当。这嘛是伫咱生活中吼，真正会去拄到。所以伫遮吼，咱若有听课，咱就知影讲。有当时要用一寡台语的言语吼，确实嘛是爱甲吼，即个了解哦较彻底一个，安尼吼用起来较准啦吼，用起来才会吼人安尼吼。若无有当时咱要讲学咯，你家己毋知影讲毋对吼，有当时家己嘛毋知啦吼。我相信拄我讲的迄个校长，伊可能家己嘛毋知吼。迄个吼一时嘛想无着讲较好的即个。要来形容讲一个人语言能力真好，真有口才到底台语要安怎讲安尼吼？咱来看这个，先看答案 C 吼。答案 C 讲做死马吼，讲甲变活马吼。有人讲吼死猫讲甲变活狗吼，迄拢袂要紧。
死马讲甲变活马，就是讲啊，死甲讲甲变做活，意思嘛是足敖讲话吼。啊，这个吼，但是吼，死马讲甲变活马，就是讲除了讲伊足敖讲话，啊，佫有伫讲吼，伊了啊有法度安怎把是非吼，讲会了啊有法度颠倒黑白啦，吼，所以这并无一定是伫甲学咯，吼。就讲啊，你看伊安尼，伊可能死的都有法度甲讲甲变活的啊。吼，有当时咱来讲哦，伊真敖讲话，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啊，迄个话敢袂听哩，对无？所以台语的咩咩角角就是伫遮吼。所以我咧讲一遍吼 ，A 迄个答案一喙挂相知，啊，佫有 C 迄个答案吼，死马讲甲变活马吼。虽然拢是讲真敖讲话，但是伊定定吼，加带有较负面的意思吼。这是咱要做的第一个了解。第二个了解就是讲 A 甲 C， 你唔通因为我咧讲过，就拢甲当作讲伊绝对是拢伫讲吼，负面的，你嘛是爱看情形。亲像我若伫讲哦，迄个人真敖，迄个啥真敖讲话，你看伊选举的时阵吼，安尼吼有法度吼，亲像一喙挂相机吼，安尼吼讲甲迄个啥，就讲甲真济安尼吼，即当阵就无一定是伫讲伊迄个啥，伊无好的所在，所以吼，讲台语困难伫搭，就是伫遮吼，你真正爱看情形吼，爱看情形，所以咱的答案就是B吼，喙唇一粒珠吼，喙唇一粒珠，我看恁有人甲将迄个影片甲迄个啥甲打出来，就讲吼，你看迄囡仔有吼，若出时遮即个顶唇的喙唇头啊，即个吼，啊有一粒圆圆哦，迄个做吼喙唇一粒珠啦吼。啊，喙唇一粒珠，就是讲哦，真敖讲话，讲哦，讲这个囡仔后摆吼，迄个吼大汉了后吼，足敖讲话吼，所以有人后壁个我加一句讲哦，喙唇一粒珠，小钱毋认输。迄个小钱毋认输，意思是讲吼，真敖讲吼，真敖去编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讲伫遮吼，你若真正要学了讲一个人语言能力真好吼。找较适当的，就是这个吼，咱当讲哇，伊口才足好诶吼，你看，伊口才足好，喙唇一粒珠吼，啊，所以吼，伊这个讲话能力足好。以上是对这题讲解吼，安尼拄讲解3题，安尼大家敢有问题？